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福气女咧嘅节目。哇，今日大家咧讲以前吼，哇，当然可能都会拄到嘅问题，假使系反潮水唔睇，有冇要安樣嘅問題冇？不過咧，仲埋會反潮水唔睇咧，係講拄到安樣嘅問題，容易來改善佢。還有，因為對呢個身體帶來乜嘅影響哦，今日大家聽在注意看哦。今日咧，歡迎你今日嘅來賓，佢係呢個營養師哦，胡美姬先生，歡迎。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胡美姬營養師。歡迎哈，真嘅，其實講到水唔提一件事情，反潮水唔提一件事情，其實一下嘅人哦，很平常誒，輕平常，就像文明片咁樣誒。對，也算文明片。真嘅，以前啊，大家見面嘅時節都會問講你是飽嘛？對，一下可能會問誒，基本要錢無限喎，希望就問講啊，希望大家就講我捱唔起錢無限，唔講係無水飽。對，對吼，唔過大家要想講喎，係講而係反潮水唔提嘅。帶來嘅影響係乜嘅？其實要大家可能想唔到嘅清洋葱嘅影響，比如講鴉片酒油、睡眠不足，可能會影響你乜嘅事情。對，一般來講都講身體嘅代謝會變得較弱或較唔好。佢哋嚟講啊嘛，像呼吸都會胖吼，以前都嘅洋葱，佢講誒，我冇藥嘅，唔講我跳起要被變皮，希望講我喝水啊要變皮，其實可能就跟你的代謝有關。對對對，然後跟代謝有關係，因為人家就水的時間迄個有應該小於7個小時㗎，人家就體內有咗很多受體素，一種東西都要分泌到較無足，啊，氧化都會，人家就脂肪代謝的話都會較唔好，骨素都沒變成講呀，水無飽嘅人把它容易變它太扣的原因。哦，清定人講嘅，有清度嘅人佢會講，其實我冇什麼嘅東西，我清無限啊，唔講我就當你睡6點鐘到3點鐘，有可能就會因為代謝有問題就變皮嘅。對對對，還有第二個也好可怕，什麼你看到也會清定人講，加速老化，對，因為人家老化嘅，人家清楚也好，其實睡眠發生，所以我家都身體一種修復嘅一個構傷嘅時間，你講所以冇做法，身體係冇辦法去修復一啲東西，也都關係到人哋身體裡頭反映像自由基啊啲東西，冇辦法去修復，它都會造成人體嘅咁嘅老化，關係在老化都係免疫力沒話較唔好，較容易很多感冒嘅就正常。真嘅，故說為什麼有時候你很多嘅看現場嘅事情，他說要多休息，其實醫師就會按樣嘅意思，所以佢保修復。對，真嘅，問一下現場，你一天你。像你自己愛睡9點鐘，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。我知道啊，清晨愛睡有7點鐘，睡飽7點鐘都知道精神都好。迄個有小於6點，像我6.5個小時左右，發6個小時都知道。當講，所以冇飽之後當艱苦，當開。我咩安樣嘅？迄個我睡唔飽，天然我會吃到輕痛苦，哇，好痛苦啊！所以你看第3點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增加失智風險，這真的看起來就輕定人講嘛。所以輕動人睡冇飽，你也沒有辦法讀書嘛，學上就安樣你學習效果沒冇咁好。所以其實睡得飽真係輕幸福嘅事情。有輕動人會講，哎呀。我冇乜翻超嘅問題，10秒鐘我就睡着。我們那種人是不是我們可以說其實蠻好命的哈？對啊，以後對真勁哈。所以這個是睡眠不足的影響，大家都可以下嘅。可是有時候，迄個你睡唔睇，其實同你嘅生活嘅習慣有關係，對不對？個大家都可以下。迄個有按樣嘅問題，可能你就會反超睡唔睇。有時候冇以前嘅話食太飽，個臉跳到。都會講，你看這些東西太多嘅話，都胃腸流到佢，還要繼續食飯。係，故所以人家食東西話，晚餐慶祝要都人家所以我以前咧3點鐘以上嘅時間食飯會較好。好，希望幫人食飯東西，跟人家胃腸還要繼續頭工作嘛，跟人家氧化睡眠品質一天都唔好，個臉跳到話都會你慢多放，你聽上個好有要啊，對啊，氧化都會影響到人家嘅睡眠品質對。希望就會睜眼喺青黑上，有沒有哇？正值青壯年，青年吃很飽，是他們去吃宵夜，是太陽冇相干，哎，我就冇問題。還有迄個你肚臍誒，建議吃
少量的一些些东西，迄无要水唔摕冇？系啊，太饿了，铁骨肌的。我唔知太家形容，按我所讲的迄件。真正都市药法，你唔去水，唔去食到像牙里面比牛奶药法，都当然水甜。对，黑魔法水半夜都想，系啊。黑魔就会忍耐，赶快忍耐会水甜，因为第二天醒来就可以吃东西。不过这边有讲说T 3不要讲到，总得吃太刺激性的东西，还补盐。对，吃像手机的话，就像刚刚讲一样麻辣锅。哦，这种东西都比对人都比从那种负担较重，好，故说人家吃饭家，一方面人家吃的东西，像麻辣锅的东西，人家吃的东西，它大部分是用气的东西嘛，用气的东西本身给它消化时间，它久的时间，过早唔要吃得它熟鸡的东西的话，你其实人家胃肠的讲的负担还那唔好，跟唔到讲的水母品质都还。因为你嘅肠胃就在工作，不过水母嘅时间你又不宜休息，咁如果工作又休息，就会有问题哈。不过要讲到还有一些你可能会吃一些帮助睡眠的药物，不过要大家要注意哦，迄讲有按用吃按用嘅药物，你又喝酒按用就做唔得，还有倒危险吼。其实人家讲对不对哈？你里头代谢叫助眠的药物的这种诶，这种提防法。这种系统嘛，其实是老酒精是同一个系统。好，故说迄个有食药又有食酒精，加它时间药的时间我延长，这样的代谢的时间，按氧化都变成人家讲的加成作用。错，最后哈，最后第5点，大家可能迄讲有看福希乐的个节目，大家有滴，迄讲你看你个人的体质，时常有讲过嘛，看你的体质，有些人可能下注3点过后，我们就总得喝有咖啡因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按用你可能就会睡不着。不过这真的是看体质。有些你会知道讲，我晚上喝咖啡因还是可以睡得着，对不对？不过有人讲哦，迄讲佢睡唔着嘅时间，佢可能会想要淋一些酒，好像助眠。可是大家要注意哦，有一些人会喝过量。对，你会知道讲我喝过量，我很好睡啊，以为我喝醉了。可是其实大家有发现吗？迄讲你是喝醉了，可能你3点就会昏去了。对，然后你反而睡得更不好，对不对？有按用嘅情形。其实没有患者人就讲哦，其实佢讲其实都有睡眠以前有食到酒的话，其实佢冇較好睡。我其實其實都大部分最好人講，我睡咗可能差唔多2、3點到3、4點鐘叫醒嘅，醒嘅過後都可能都冇辦法睡。其實樣法我係你建議樣嘅情形咧，講嘅觀眾朋友哈，其實係你要去看一下醫生，佢老用調一下唔適合食的嗰種藥嘅，都唔好講叫我食嗰樣嘅酒嘛，叫我用拿來助眠，因為食酒落去牙肝臟要繼續頭代謝呢，冇頭都本要有內臟休息嘅時間，咁樣子飲酒落去更唔要加重牙負擔呢。真然吃到反差睡唔着，其實真嘅有真大嘅問題。你想看啊，迄個你睡唔着，你代謝又變慢，注意力又冇法度集中，可能會變疲，有冇？可能那個腦子變得不清楚，安樣嘢，你可能說我吃東西也係講助眠，也係用，腸胃又没有辦法休息，就像經常講，迄個你淋是不是酒你的肝臟又要工作，對，好，真嘅其實它是一個複合式的問題。就說台港啊，真嘅可能也係健康生活，就會晚餐要吃的清淡一點，按中的是鐵豆，吼，然後可是台港嘅門都在用誒，係真嘅係大家講嘅反超睡唔着嘅問題。所以佢講嘅準備睡唔着，可能超過半點鐘，所以都眠床攤下睡唔着，好，一種嘅咩強啊，所以都係其中一種啦。好，一般來講話都係一種人都係平常嘅壓力狀態，好，喺無法都有嘛，心都可以有煩惱嘛嘅事情，故所幾多很難講嘅入睡，錯，係，我係偏一點嘅話，當睡眠當淺，好，當容易講嘅受到外界講嘅干擾都強，好，對，一般來講吼，其實一種人反而建議講。周代的話都係生活作息都能夠加落去運動，運動的話其實都改善很多情形，還有睡眠中斷叫我都一般教我空氣叫我上廁所的話，可能幾多唔多晚餐過後人睡瞓的東西，咪食鐵道，對，講係從咧家講到茶、咖啡啊、過酒啊，都會利尿嘅東西，反正更用食的用有冇，可能都要控制一下，個體重叫我搶就當太做叫我想嘅嘛，咁其實有時候都係講，可能都搶家體點窮款，可能有時候有頭。
烦恼嘛事情噶哈，你要样样刺激，嘿。过一般来讲法，其实所以讲，其实大部分可能就给甚至也就分扎人来讲，也就前去讲，所以大家有照同常见的人问题都讲，也就一下人讲生活作息当中运动量真缺乏太少，就是缺乏太多啦吼。故说讲诶，无去运动，加下唔多讲无办法讲诶，那个运动其实就是讲也就个压力释放，讲个舒缓心情。吼，故说其实有压力点加，唔可能都当容易讲诶，我以为就睡眠无睡唔好情形。当然其实先生讲诶，唔係講得幾年聽錯係容易，唔過他講通則，對不對？通則，比如講用肚臍嘅時節，就像先生講嘅，你喝一點點牛奶，你你講你平常時做嘅壓力切太嘅時節，你做得去運動，有冇？像捱就會嗰種，係講有心思，就會睡唔停，反超睡唔停呀。而且迄個睡停唔夠清楚就紅起來，五點人還有4點人就會紅起來。紅起來嘅時間，你要再入睡就吃到清困啦。對，那你講運動啊，有時候有些人會講，迄個愛去運動嘅時間是晚上9點多，有冇？運動回來的時候，其實整個身體是很活躍的，有可能咪睡唔停。所以嗰時候真係愛看大家人嘅情況係樣嘅吼。還有當到誒，然後你家鄉親朋友分享嘅吼，到底容易咧改善應該問題聊下，你等下再嚟講。東方宇宙的繞牆道，父母機先生咧，就節目地圖，然後大家來講，相信當到嘅鄉親朋友可能啊，就反差水唔睇嘅情形吼。其實心情嘅快樂輕重要，好，有時候你一擔心心情嘅壓力輕太嘅時節，故說你就睡唔睇，啊有嘅問題，啊睡唔睇嘅影響又輕太，好啊。影響過後又有一個很不好的結果，就會按樣嘢。不過講實在話，壓力係一種嘅來源，其實還有你吃東西也會影響你反超睡唔睇嘅問題。比如講，也還有青島嘅上班族，不是在家裡吃，所以外食族有可能也會影響你反超睡唔睇。對，就像人家講到嘅嘛，對食同道嘅講嘅大魚大肉嘅人，食同種肉氣嘅人，啊肉氣最主要係咧講嘅蛋白質嘅來源嘛。假如講到對人家就消化時間會拉長，好胃排空時間會拉長，啊唔頭人家都不然都衰木嘅嘛，啊消化時間都已經慳慢嘅，啊佢人用佢迄個人用食得用肉氣嘅量要較多嘅話，咁樣話唔多。人家嘅胃腸都做這樣嘅工作嘅時間要行下長，故所以一般來講話，都睡眠品質都會這樣降低嘅。還有個喝酒嘛，千杯不醉，也同樣嘅問題嘛，就會你去攞杯應酬嘅時間，你可能會吃大魚大肉，你可能會飲酒，就會按樣嘅問題。還有你三餐外食，因為就是經常講有營養素的問題，從某精緻澱粉、咖啡因，大家有講到嘛？對。譬如講，你酒底，你迄幾種，迄講你啉咖啡啊，迄飲茶，你就會睡唔睇嘅你。唔過暗晡夜嘅時節，比如講8點啊、9點嘅時，大家都來啉咖啡，你就要拒絕。對，盡量都冇食咧。好，希望你真嘅會睡唔睇，睡唔睇。唔過講到鴉片，大家還會行起做得了解一下，還是有一些天然的營養素，做得天素。你嘅身體對啊，一般來講，人家講營養素、色氨酸，佢清楚的都的代謝成叫血清素，血清素這個都體內這個代謝成褪黑激素，褪黑激素都係用人家就做得好好的睡眠嘅一種物質。故所佢一般來講，佢就是加食物都像牛奶啊、優酪乳，好，或係像蛋白質東西，肉多蛋類適量啦，好冇太多，或係像堅果類。好，一條東西，個核桃一條話，其實一條都係富含一種嘅色氨酸等豐富嘅東西。好，關還有 B 群嘅話，B 群嘅話，最主要都係人講，人家講消除疲勞，好，都一類嘅東西，像全穀類，好，關係像堅果啊，個卵樣嘅東西，關係像嘅礦物質話個鈣嘅鎂，好，佢最主要都安定神經嘅樣嘅作用。好，一般來講話都像牛奶啊、麥，關係像小魚乾一條，都會像一條，都會富含一條咁嘅營養素嘅東西。關係褪黑激素，剛才也講嘅，做得樣一條好好睡眠，都像樣嘅海帶，嚇，關係有黃體會一條，嚇，關係有像嘅南瓜子一條，都係有富含褪黑激素嘅食物。好，大家有發現冇？其實先生講嘅按樣嘅食物，其實講實在就會
很轻充优、轻营养的食物。其实不是说你是为了助眠，你知道有是爱用嘅东西，你平常时吃东西嘅时间。嘿，大家唔係要點咩？國小開始念書嘅時間，大家就現在就會教講你要均衡營養，就會按用嘅原因。嘿，講你是按用嘅東西，唔講你按不壓嘅時間都去吃嘅乜嘅麻辣鍋有冇？嘅麻辣。辛辣嘅東西啊，係講輕刺激性嘅東西，當然按用也係做唔得。不過也就會講，其實你對你嘅身體有幫助嘅，較天然嘅營養素就會按用你。不過大家要記哦，其實吃東西嘅時間會影響你睡眠嘅問題，年紀也會。係冇法度嘅事情，不可逆的，係冇，大家都可以下嘅。一般來講，吼更年期，像大家人糖度都更年期，大家上多都睡眠人，好停經之後都更年期。我其實男人吼，其實沒有更年期，佢都40歲開始了吼。佢嘅男性荷爾蒙其實慢慢的都降低。好，一般來講，把細男人其實佢恐怕沒有更年期的問題哦。好，嗰種細男人把一般來講做嚟補充像牡蠣啊、海鮮啊個生蠔類嘅東西，一啲東西都會給它富含膽固醇。膽固醇其實都人體裡邊都有法給我代謝成性荷爾蒙。但係講佢有更年期。就是更年期嘅問題，唔過佢有膽固醇貼高，咁用嘅啥？係咪總得使用嘅東西？其實含的適量，對對對。其實一般來講，也其他除了咁樣嘅膽固醇以外，講嘅還會有含鋅亞的東西。鋅亞的東西都係留嘅男性荷爾蒙嘅嗰種酵素有關係。係對，嗰係像牛奶啊、黃豆，嗰係雞卵亞的東西，都係像蛋白質東西嘛。蛋白質東西都像剛剛講到男性荷爾蒙嘅酵素嘅有相關性嘅。對，我吃到大概講到更年期嘅時間，大家都只關注在睡眠年。對，真係細男人真的會比較容易忽略耶。對啊，好，大家有時候不管是在情緒上嘅問題，也係身體嘅變化嘅時間，大家就會講，哎呀，你睡眠年比你更年期。唔過講到細男人嘅強用哦，大家還係要觀察一下。對啊，嗰邊而播下更年嘅細男人，可能不管在情緒還是身體嘅變化嘅時間，大家要注意，有可能係更年期嘅問題。對啊，係啊，其實細男人嘅強化唔會啦，只是講佢嘅荷爾蒙佢慢慢咧，啱講。也睡眠係因為一停經的話，所有嘅荷爾蒙的話都有差失調情形，個嘅症狀冇咁明顯那樣。係，佢睡眠係咁講，有更年期啊都有情形，話佢像山藥一種東西都係像植物固醇，好，植物固醇佢都人體咪做得代謝成咁嘅膽固醇，膽固醇的前驅物樣，佢話佢咪做得變成一樣的性荷爾蒙的一種嘅物質，個係有大咁嘅黃豆類，大家當有咁嘅。但大家都上多誒，大多異黃酮，嘿，對，因為佢結構了女性荷爾蒙咁嘅雌激素當強，故所當然也就人體睡眠也係咁缺乏噶，更年期缺乏噶，其實人家就說要大多異黃酮嘅話，佢會當做咁嘅雌激素來使用。當你都喝那個豆奶做得冇？每天喝豆漿？做得啦，其實做得啦。還有看營養，還有豆腐啊，有的東西做成。對對對。大家要注意哈，豆腐真也係清好食，不過大家還是要注意非基因改造有冇？哦，呀，真也是東西輕麻煩吼，要關注嘅事情，要注意嘅事情輕多。不過出題先生講嘅細奶年啊，係睡眠年更年期嘅問題，其實。我講更年期問題有輕度嘅東西，就得同大家來分享。不過基本係較簡單嘅，同大家來講一下，你做的是乜較簡單嘅東西。不過呢，鴉片大家，我們大概有講到食酒，很多人可能會想嘅是一些酒來助眠，對不對？不過也真要注意，因為也有輕度嘅人會講啊，可是喺睡眠之前，睡眠應該就得啉一杯紅酒，差唔多一滴滴、一些些。不過有輕度人可能會喝烈酒。對，佢按較好睡，不過也唔係唯一嘅方法哦，大家要注意。對啊，其實我係你講，迄樣今日喺味道身體較好話，可能食啲樣要去注意，所以你看食啲樣講，食酒話清楚一樣的，我攝取到嘅抗氧化嘅嗰種物質嘛。那這種的，你都做得去選擇像紅酒。有多酚類的東西嘛，當他食的量也係有限制的哦，差不多30到40 CC 的量哦，好少，好少。係，其實係當食哦，係當食的量哦，嗬。過一般來講法，其實人家食迄個食體用到酒噶，人家就個維生素 B 群啊，就話其實
佢代謝我下氧體我下多。啊，氧化其實佢咩我影響到也加講到褪黑激素加生成，吼，故所以一般來講話冇建議講食酒食太多。真嘅，大家要注意哦，唔總得想講，哎呀，我一喝酒嘅時間一下就睡着了，可是其實你嘅睡眠品質是有影響的，錯冇？不過還有青島嘅安眠藥，也有可能你看欣賞嘅時間，欣賞會給你安眠藥誒，對，有些人會習慣，會成癮，對。其實嚟講，安眠藥其實佢都有幾下張叫作用面，第一張都要抗焦慮，好叫安眠助眠嘛，吼，個還有叫肌肉放鬆，也都會。一種各方面吼，個一般來講吧，有啲人會講，係吃飯家下吃，有時候食飯用嘅安眠藥過後，聽日冇時候昏昏沉沉也都，吼，咁樣我所講其實迄樣唔本身嘅話，有像個佢像好多慢性失眠話，佢有叫我給他調節咯，講一禮拜飯佢樣有3日都睡唔好，我係有一種情形已經維持咗3到2年以上嘅時間，佢也多很多慢性失眠，迄樣經過嘢飲食樣食的東西有去調整，個還有生活作息像運動也都去調整，係你冇辦法改善㗎，佢唔都可能我去。叫我像嘅專科醫生去讓做評估，佢讓先下適當嘅叫我藥嘅去本身，本來有所以冇辦法改善嘅情形。好，唔過我知道係喺種嘅變做習慣，好有青島嘅人慢慢會依賴，從某幾款欣賞嘅欣賞，係講真言講，你要吃1顆，也係半顆，你就要遵從醫囑。對，然後種的欣賞講，哎呀，欣賞講半顆啊，想講，哎呀，1顆可能藥力比較強啊，就是1顆，好，按有可能。慢慢，可能你會很依賴藥物，你會靠自家嘅能力去調整你睡眠嘅問題，可能就較困難。冇自家做醫生啦，冇自家講，像個有時候咩講到講，叫我藥物成癮方又唔敢食咁多，其實醫生本佢本都可能我食到1粒鐘就好，啊，唔是變咗食半粒冇好，個安藥法其實。其他過嚟過去，發現冇乜嘅講嘅嘛，冇乜幫助嘛。真嘅。係，係你建議叫我遵照醫生佢本嚟嘅指導食到下好。冇錯，希望有些人會講，哎呦，按強哦，硬冇愛哦，時常講1粒，咁總定嘅半粒，可能效果又唔好。對。故所以真嘅係真重要。其實講到翻炒水唔睇，其實主要世界東西啦，從麼先生有講到啉酒嘅問題啊，係冇是講，係講要慢性嘅翻炒水唔睇，炒過變講3日慢慢越來越多變到3週嘅嘅時間，唔建議你嘅鄉親朋友啦，係觀眾朋友其實是做得去看欣賞。不過還有乜嘅方法做得來改善應該生活習慣啊問題咧？你聊下，你等下就嚟講。大家會發現嗬，你講到翻炒水唔睇，我會吃到其實簡單嘅問題就係你要有清好嘅生活習慣，對，就會按用你吃東西要均衡營養，因為其實水唔睇嘅問題，當然係講你有真的很嚴重的問題，你可以看欣賞，不欣賞看一下，可是嚴格講起來，佢就會你整個人的生活狀態，對，因為你係講心情唔好啊，係講那陣子剛好失戀有冇？也有可能會心情唔好，有可能會睡唔睇啊。你可以觀察你自己係慢性失眠的問題，也係講只是一個短暫。所以他剛剛講了講一，好，我們再回來看一下，其實就會從這整體而言，就是告訴你吃東西輕重要嘛，生活習慣很重要，對不對？其實也係多人家都叫國人飲食調查裡面都整理出來一個資料哈。其實2013年到2016年，人家的有針對要全國19歲到64歲人去做一個國民飲食叫頻率的調查，其實發現講人家台灣人話其實含係青菜、個係果子、個係有嫩類、個係有叫堅果。總之咧，食的量含係冇足，啊，我講幾種其實都老人的睡眠嘅睡眠品質有關係。對啊，像青菜也發現要加更多，因為青菜都基本有維生素 B1、B2、B6一度東西嘛，吼，其實佢都清主要都會消除疲勞。個係像以後腦部會叫我運作也都正常，個像色氨酸也都代謝會變成血清素，血清素又做得變成叫我褪黑激素，佢都可以用一下的好睡眠嘅一個物質啊。好，一般來講，個係在像人家講到像水果類，叫我水果類嘅東西，好，水果類嘅東西其實佢清主嘅含量叫做將加工嘅
钙啊，搁系几万个营养素的东西嘛吼。其实今日看啊，无有讲个安定神经啊，都会讲个功能啊吼。搁像个牛奶啊，都咩款款啦吼。基本看啊有用也都减少讲焦虑，系都安定神经吼。佮有钙跟镁离子的个讲个含量嘛。好，佮还有坚果类咩款款，佮清楚的都褪黑激素。故说大家有发现冇？其实讲来讲去就会为什么跟外食族有关？因为你黑讲黑外食族可能你强催食就唔啦，你购置食就唔啦。故说其实就是环环相扣。大家会知道，奇怪我外食做满也会反超水唔得，因为可能你外食你可以强催就唔啦，购置就唔啦，你平常时就没有办法。营养没有办法均衡，没办法均衡的时节，可能你个坚果类这样嘛。坚果类其实嘿，台湾移动，它是会吸收的东西。不过大家要注意哦，我们讲过很多遍，跟我青豆白，黑公你又是坚果，你要吃原味哦。对，你都没吃青豆给加料给清甜给有火锅给，那大家适来吃青豆，你会发现你变得青皮。对，有没有？因为你的坚果暗后是像腰果有没有？哎呀，那个炸的蜂蜜的糖浆蜂糖，大家要注意。或者要还吃东西给。部分，不过你的生活习惯还是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哈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比如讲你健康睡眠行为，你其他睡唔停，不过因为你的睡眠行为轻某恐天，好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其实眠床都係唔多睡冇家長去睡地方，意思係反正盡量都冇到眠床當下用。你看養成一種模式，生活一種模式。光有睡當中冇超過半點鐘，睡當中喺人超過半點鐘，反唔多影響到人按冇調嘅睡眠嘅幾種人家講嘅幾種進程。好，也部分其實像各大醫學中心，佢都有隻睡眠中心，幾種嘅治療，幾種嘅部門哈，其實佢都會，佢就講嘅心理師啊，也好衛教師啊，都會提倡大家睡眠。叫我睡當中冇超過半點鐘，因為先你就會講，係基本你睡唔停，因為係白天睡太飽，另外有個問題，對，要注意，都影響到嘅哈。關係當你嘅時間睡眠時間我差唔多，因為這就生理時鐘啊，你大概發現，迄個你11點嘅睡眠給你當你都11點嘅時間，你就開始覺得，哎呦，輕鬆嘅睡眠，然後就會生理時鐘。對，嗰係運動嘅習慣，哈，運動法。剛剛講到講運動嘅時間，其實佢有調查過嗬，佢係個做過當多嘅研究嗬，都會講建議盡量運動嘅時間係下晝頭3點到5點嘅時間，係輕適合嘅。嗰個嗬冇做太激烈嘅運動，嗬咩平常可能係快做嘅，冇講今日都突然間去跑步跑到講個走活動咁樣，嗬其實冇影響到人按摩頭，所以冇會講個品質。除非你係當你都跑步給你，哎呀，就是你不要突然很激烈，哎呦都影響到，對。嗰還有睡眠以前的話都盡量冇大吃大喝，跟他一樣都之前沒有講到。基本你講清豆變嘅，嗰還有睡眠以前的燈光啊調暗，好，其實按講嘅迄個流動研發，可能睡眠可能加唔當難入睡，嗰係睡眠品質我嚇唔好嘅話，其實當到我講嘅像醫生我建議，佢係有講心理師嚟叫我建議，差唔多睡眠講嘅放床過後15點鐘過，這樣時候嗬，人家講嘅貢獻嘅社會量嘅時間，都慢慢嚟減少嘅。其實對，簡單講，就會你要培養那個睡眠的環境，就像有你，比如講你愛睡眠之前，比如講你看電視，然後很大聲，有冇？你轉了輕太上，你看電視看，可能你整體睡體咯。唔講你6點啦，會放床嘅時間，因為電視太大聲把你吵醒，有個問題。然後你又輕懶再入睡，所以環境很重要。黑某就會，如果你嘅間房嘅採光超級好，對不對？用來輕後嘅事情，唔講你就要有一種窗簾是真的可以擋光的。黑某你一天嘅時間有冇4點5點嘅時間陽光你照進來，你馬上就起來了，超毛。唔講你就說，哎呀，怎麼那麼亮？其實就是環境嘅問題。如果經常講嘅就是，其實調暗意思就會講你要有一個很舒適的環境。黑公，你把房間調暗，可是你音樂開超大聲，哎呦，沒做唔對，因為沒有影響到，會影響到唔嘅。我輕柔的音樂，會較好。故說有一些你會知道講，因為也會放不用強鬆，可能有一些你會用一些精油，從某讓你的間房給蜜頭氣味聞起來是香香的，有人會有按有個習慣，你就會知道輕不用強鬆。好，故說其實講來講去就會你環境嘅問題。對，關係體溫調節，體溫調節其實講到就係講。
讲，有等于我讲，有的医生会建议讲做啲泡澡，差不多睡梦，叫距离差不多，迄个系10点睡梦，差不多8点多去泡澡。有时候泡澡会叫用的过程，也体温会稍微叫提高一点点。过之后给我这样慢慢的降下来，叫也正常体温感，其实都会用叫帮助进入叫睡眠的一种叫步骤。好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就会按用你。还有一种舒压运动，大家讲到现在有讲到嘛，你做在做运动，其实运动的种类有轻多。对，当然这是一个建议啦。对，看你嘅中医嘛，该你就去做嘛，该。像瑜伽吧，轻做几多放松。几多拉筋头放松嘛？个像你讲，像要前面要提一点瑜伽过来伸展，它给轻度有多放松，就用牙肌肉膜按紧绷，好放松。个第3点法，其实有时候讲腹式呼吸法，这个真的轻头跟欣赏也会搞啊，用嘅腹式呼吸法，对不对？呀，真都有效哦。其实我讲也没有用来。还没有做过，还没有这样的试验过，就会你呼吸要呼得很，你要呼吸得很深，对，你差不多吸气差不多6到7秒，吐气差不多8到9秒。唔按用几多的还有其实都像讲唔拖深呼吸用诶，唔拖紧张讲拖深呼吸，你做几多的向牙肌肉都放松。可能都容易都衰退，因为你就而且也吸入它沉嘅氧气，对不对哈？不要让你的身体缺氧，给按用给感觉。你经常讲哦，6秒钟，你昨天摸着自己的肚子，6到7秒，6到7秒钟，其实都慢慢的啦，其实都是慢慢的，都就像人家就头求神一样诶，你都慢慢的吸气呼吸，用吸气当给按个吐气，然后慢慢吐气一样的意思。要做脚边。差不多做西边的6、7边的，其实都吃到千波很多水腿，我们比做9边。真的，真是。那躺在床上做的嘛？你可以躺在床上做。都已经准备睡梦，所有都已经叫准备好诶。所以冇讲都做得要做，做吃康呢。真紧哈。最后帮大家来整理一下。好，因为有很多的外食族，还讲真紧某发涂鸦，还讲你真的可以在家里，不管在家里吃呀，还有去买，你还是帮大家整理一下，早午晚。好，宵夜更简单的，大家可以下。对啊，个像全谷类都像人家讲，要讲的全谷的些吐司也得哈，还还有像牛奶呐，吼，叫做我还有搭配一点这样的水煮蛋也得，哈，又健康，对，那东西还没东西哈，我还有高纤这样的午餐吧，都这样的高纤维嘅叫做全谷类，好，都像人家加讲到的全谷类都老。B1、B2也得哈，然后也的脑部的正常的一个代谢也都有关系嘛哈，也的东西吧，其实再这样来搭配人家加讲到的烫青菜，国人青这样的吸收我青主要西点就其中一点哈，那种其实吃的它均衡的，人家营养素没有摄取它。有下足哈，好，按不也冇是按到。有的嘢係講唔識啲時間咧，花可能當家多水冇，跟唔識啲量可能都係少啲嘅，哈。個人都做的識到有涵蓋東西，像一天加做的啉到優酪乳，哈，個還有係叫寒天就做溫熱牛奶咩做的。最後小鴨嘅時節，先生有講到牛奶啊、燕麥啊，唔係講100係20按度吼，就個建議做得是按用嘅東西吼。就說鄉親朋友基本你看，你個節目大家會知道係講你有翻炒水睇個問題，你就得觀察一下你自己係哪一種嘅情形，跟住就得去改善嗰種嘅問題，就係講適當時來改善。所以前期師母你來到節目地度啦，大家來分享。按到嘅資訊吼，希望講鄉親朋友第個後咧，做啲改善自己係咪有翻炒水唔睇嘅問題，安子姐，好感謝啊，謝謝，今日下來咧就話介你做認同了。